请咱来共听上帝话。耶稣倒去伊长大的所在拿撒勒，照习惯伫安息日入去会堂。伊徛起来要读圣经，有人摕一卷先知以赛亚的册互伊，伊就拍开，找到一所在有记载：做神临到我，因为伊用油抹我，互我传好消息互善食人。伊找害我宣布，受了的得到透放，无看见的搁看见，受压迫的得到自由，宣布主恩惠的年。耶稣把册卷起来，献互会堂的助理就接落去。会堂的众人拢注目在看伊，伊就甲因讲：这段圣经今仔日恁在听时已经实现啦。以上。这时咱有邀请总会议长陈文林牧师来为咱讲道。伊要讲的题目是福音的真谛，福音的真谛。咱在座所有的牧长，咱嘉南教会的牧师中级正兄这来宾大家平安。早起咱大家用欢喜、用感谢上帝的心，咱伫嘉南教会礼拜堂来举行嘉南教会设教50周年的这个感恩礼拜。咱桃园的嘉南教会是咱台湾基督天主教会设教100周年后，咱咧庆祝这个设教100周年的时阵，就是1965年10月31号，对咱的桃园的教会，咱桃园教会来分献出来。今年是咱台湾基督天主教会设教安尼庆祝这个150周年。伫前礼拜的拜六甲礼拜，就是10月24、25，伫咱台南中学、台南新人院、台南体育场来举行这个台南的教会日，一系列的庆典的活动，按照一个咱最后一个结束。那安尼咱的教会拄啊好，真好算50档。当咱搁咧庆祝台湾基督教教会宣告200周年的时阵，迄时阵咱嘉南教会啦100周年啦，真好算，吼，真好算。咱在座看一半以上，咱就来天堂的所在吼，来举行吼。伫即个50周年的时阵，咱伫圣经讲，即个50年就是一个喜年。咱咧为着咱的教会咧迎接即个50年一连串的活动，咱一早起只举行即个50周年的感恩礼拜，咱做来思考即个喜年的信息。即个喜年的信息主要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真谛，互咱大家拢同心协力，将这个信息来传达出去，到你大个所在，毋安尼，互即个信息，有愿对咱逐人的生活中间呢，安来实践出来。当咱的主耶稣伊出来传道理的时，有一遍，安尼即入去，伫安息日的时入去圣殿，伊所读的圣经就以赛亚书的61章第1节到第2节，就今仔咱所读路加福音书的第4章的第18节到19节。这段经文是咧记载，关系罗卜受掉，耶和华这罗卜受耶和华上帝母又有圣神的充满，伊要伫遐咧宣布耶和华拯救大欢喜的好消息。当主耶稣读这段经文了后，耶稣安尼讲：，这个圣经的应验，恁今仔日有听见啦。把这个圣经就讲应验什么？这个圣经的应验的信息是什么？就是应验是这个喜年的，就是喜年的主。伊所宣布这个喜年的好的消息，就是福音的信息。但这个福音的信息是什么话？就是要头一项就要传福音、送向的人。咱拄啊所读的路加福音书第4章18节，安尼甲咱讲，叫我传福音、送向人。那安尼讲，这有钱的人，这好野人，
就毋免需要福音嘛？其实毋是安尼。总是耶稣有啥物来讲？咧传福音互送香的人，什么人才是送香的人？耶稣讲，即个送香若是绝对的送香，就是只许无影响力、无势力、完全无人甲伊帮衬、无即款的人。伊即款无势力、啊无关系、无帮衬、无影响力的人，即款的人，伫逐所在伫社会，甚至伫教会呢，互人受看轻，互人受摆脱，互人受吞打，互人受压迫。因为地面上无财无势，无通倚靠。伊所谓倚靠是啥物？伊才完全地倚靠上帝。所以希伯来文的中间，即个送香的定义就是指遐谦卑无助、完全信靠上帝的人。所以耶稣伫路加福音书第6章20节，搁进一步对伊先安尼讲：恁送香的人有福气啦。所以耶稣出来到地面上传福音的时阵，就是要传到境内遐的自认完全自认讲我无什么款的帮衬，无势力，搁专心咧伫遐要来专心倚靠上帝人，即款的人，伊头法度人要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即个福音。所以伫诗篇的中间，诗人安尼甲咱讲迄个耶和华厌恶遐个骄傲的人，欢喜遐个心内谦卑的人。今日咱迦南教会伫即个桃园市中心的人，咱看见每一遍来到桃园市的时，闹热滚滚，交通安尼真吼，车辆真济，交通拢会有人时拢会塞车，大楼一栋一栋起来。咱就桃园市人真好个。其实咱的教会伫市中心的所在，求上的帮助，咱看见遐个散车，遐个美丽壁面开，遐个无依无我互摆脱，看见的人，就安尼庆祝这个宣教释教50周年的事，互咱有即款的看见。咱的教会我伫这个所在继续发光来做好上帝工，伫这个桃园市区的所在。但第二项，这个福音的信息，佮来人讲什么话？福音就是要互人得到头棒。所以路加福音书第4章18节，耶稣讲：要受礼的人得到头棒。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，是人要紧的目的，就是要互受礼的人来得到头棒。什么叫做受礼？就是两个国家伫遐来相杀时，迄个战败国。伊的军队、伊的百姓，可能互迄个战胜国安尼家掠去，是佫用佫有其他的理由，有的人互掠去，有人绑票。咱遮最近有一个讲香港好野人富商吼，人甲绑票，掠去甲等伫即个云林县一个海口一间安尼破厝的所在，38天吼安尼绑票38日，为咱的国家的即个渔民出来去掠鱼，去互菲律宾去互印尼等两个国家规只渔船挂人拢掠去，这个拢是身躯有形的受掠。另外一款是咱的内心的精神无形，咱互掠去，讲真的，来互受掠去。所以今日偌济人，咱互忧愁。互烦恼，互怨恨，互歹的风俗，互济迷信异端，歹的习惯，有虚荣的心，追求迄个名牌，来受掠去，互这恶势力，互这烟，互这酒，甚至毒品，安尼掠去，家己爱做互一个受掠去的人。总是家己还无感觉，无人逃脱伫即个受罪恶即款的捆绑，有还佫毋知影。所以主耶稣基督福音来到伫这地面上，伊来到世间的目的，就是要讨棒互即个受掠去的人，
伫福音的戒毒的见证这个中间记载，真侪青年人啊，真侪人互这毒品来受捆绑。后来可能主要所互伊有开达，主要所灵敏，这个戒毒的故事啊，其中有一个人叫做尤孝贤，可能有人敢捌伊，伊咧见证，伫少年的时，18、19岁，伊就染着这个毒品。后来整个的生活拢有这个毒品甲伊掠去，甲伊捆绑掉咧，甲伊控制掉咧，受尽一切痛苦折磨。当这个毒品伫个身躯发作的时阵，发现讲落地也无钱个买去买毒品，伊就开始找目标，看什么人有钱，反正来咱抢到钱就满足，伊来买毒品的需求，来买着毒品，食落就爽快。伊老爸看见这款的情形。骹扣手扣啊扣掉咧，甲连伫厝内无爱互厝，敢出去写伊的面，写爸仔母的面子，总是嘛无法度。伊画出一个真无人性、人无尊严，有人对涂骹伫遐比出，讲哪亲像迄个着杨云山安尼共款，画无出个人的尊严，画无出个人的性命。啊，伊老爸甲送去到难事的所在，有一群的基督徒伫咧安尼来替伊祈祷，就福音来传互伊。后来入摆上帝，最后伊遐信靠耶稣，基督认罪来悔改，后来戒毒来成功，人生完全的改变。即马转到社会工作，参加这个全福会。伊讲，伊若有时间，伊去传福音来做见证。所以主要说安尼甲咱讲，你袂捌真理，真理要互人对着自由。当然，捌真理，真理的确互咱得到自由，互咱将咱的心内忧愁、看愈歹的习惯、歹风俗、这迷信异端，拢甲咱偷放。或者这好无好的物件，甲咱捆绑掉咧，甲咱掠去的，甲咱偷放起来，互咱伫主的内面来得到自由，来得到新的生命。我相信伫咱在这个中央检察有人过去的年日。互薰、互酒、互搅、互色情，因是邪神，顶正神来捆绑，受辖制。总是伊认买耶稣，互主耶稣来偷放这真实的故事，拢再伫咧证明耶稣基督福音要互人得到偷放。只要咱欢喜愿意来接受，相信咱主耶稣基督是无所谓的，甚至事事拢会当成就的神。这主要所基督所要带来福音的真实，福音的真谛。那第三，福音要互青的人得到看见。主要所来到地面上，是要来到这个地面上，就要建立，互咱每一个人有正确的人生的价值观，有正确的看法，正确的人物。咱看到一个人伊的目睭的视力，安尼真正常。总是伊袂看到任何的物件，伊免分辨好咧好歹，辨别咧是非。毋知影这个世界看袂出，这个世界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嘛，咪是何等的奇妙。咱有时为着即款的人，感觉真毋甘啦，啊感觉真无彩，真可惜。咱遮世界真出名，野狗，啊，佮臭味人，佮痴迷。一个狗叫海伦凯勒，有人捌问因讲，但看到生着即款的囡仔，即款的人吼，这是上可怜的，上可怜的啦。吼，野狗、臭味人，佮袂讲话啊。所以捌有人安尼甲伊问讲吼，讲人生上介大的悲剧是甚物货？爱着笑笑啊，安尼甲因答讲，有目睭总是袂当看到，有耳孔总是听袂见，有喙佫袂当讲话啊。大家听嘛真奇怪，太吼有目睭咱看会得啊，有喙咱讲话，耳孔就听会见，伊才安尼讲。伊的意思讲有目睭啊，这目睭总是无法度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啊。有耳孔听总是听袂出上帝的话，上帝真理的声。有喙咧，无要为上帝做见证。这是上认为一个上界大人生上界大的悲哀。
咱安怎样来看咱家己？安怎来看别人？安怎来看环境？一个艺术家伊看一个石头，伊讲：这个石头是大理石哦，是玫瑰石哦，就像价值的石。这咱毋捌的人，这个石头啊，这可能就是伫咧来铺路，来空担架来行路啊。到底咱的心眼，咱的目睭，要看什么？要看什么？像路加福音所记载，迄个税吏长撒该，伊还未认捌注意情，还未记着注意情，伊目睭所看见什么？是金钱，是地位。伊袂晓去想讲，我来关心人，我有钱，我来听人来关心人。我有地位，我应该付出，我有地位这款的关心力，去关心遐个软正艰苦的人。所以到尾伊心内真空虚啊，互人受拜天。直到伊拄着主了后，伊心里以前的无知，伊看的错误。定心来评估，定心来看伊家己，后来伊认捌属灵的价值，改变伊过去偏差的这个看法。所以讲，我过去后骗什么人，歪什么人，歪人一倍，迄人4倍。我要将我所有财产的一半，要献出来，要分互送养人。保罗前篇也未看拄着主以前，伊伫遐困着教会，含系基督徒。总是当伊拄着主了，伊改变伊对人生的看法。所以伊安尼建议讲，我以前掠做安尼掠做迄个对我有利的，我即马呢，我因为主耶稣基督，开看做是损害。所以当咱的主耶稣来时，伊要报咱什么？还讲今仔咱的教会伫遮徛起，咱要做什么？就是要迄个心灵清明的人来定心来伫咧看去，伫咧看去。所以是希伯来书安尼甲咱讲，讲咱的主，伊就是咱的信心的源头甲请尾。咱仰望咱的主，咱就袂服气。那最后一项就是路加福音书第4章18节，甲咱讲，这个福音的真谛，耶稣所带来信息要甲咱，要互咱什么？要互咱压制人伫咧自由。福音就是要互压制人伫咧自由。世界上各无共款的人，有各无款的压力。学生有学业功课的压力，食头路的人、上班的人有就职的压力。这做医生，伊做讲，咱讲做医生真好，逐个莫做医生，要来嫁医生。毋茫咱囡仔来，咱有囡仔，咱主地来做医生。做医生有缓解压力，做牧师咧，牧师有牧会压力。我像其他个有感情压力、婚姻压力、生活压力、惊吓压力，甚至有一寡莫名其妙的痛苦，伫咱的身上真准的压力。咱的上帝互人有人权、有自由，总是真济国家，这极权的国家，这统治者，用伊所统治的百姓来压制、失去自由、失去人权，来甲因捆绑。受到无平等的地位，所以强调是咱台湾人，咱台湾的负责人，查某囡仔出世出来，搁爱绑脚，袂使囝出去走脚，所以到伊长大，到伊要做阿嬷，迄脚吼搁世界个啊。当耶稣基督福音来传来到台湾的时，负责人受偷绑。今仔日福音要偷绑遐个活伫罪中间的人，遐个互罪受捆绑失去自由的人。保罗先生甲咱讲，靠着迄个基体，我的气力的我凡事拢会当。咱要有主耶稣，咱就要面对这个压力，并且咱对互咱的压力真做动力，一直到得到自由。所以主耶稣安尼甲咱讲，我来就是要遐受压制来得到自由。耶和华上帝吩咐以色列人，每经过一个7个安息年，7个安息年，7至49，后的迄一年，第50年就是喜年，就是圣年。
所以以色列人就是伫迄个第7年的安息年的7月7日，讲遍地大盆扫角的声，宣布迄年的好消息。迄个好消息是甚物货？既然做奴隶，就爱受偷绑，来得到自由。逐款的工课，毋通做，爱停起来。土地袂当耕作，土地就会自然来伫遐发生。逐人就爱转去归家己伊所徛起的所在。啊，即个葡萄树袂当甲伊修剪。啊，葡萄树若有生即个葡萄，也毋通去甲伊挽。逐个人拢享受即个安息，天下太平。换来讲，喜年就是上帝要互人定新一个新的开始，定新一个新的出发，过一个新的生活，一个日子。所以保罗先生嘛来讲，若有人踮咧主耶稣基督内面，伊就是成做新的新创造的人，旧的代志已经拢过去，拢要变成做新的。所以福音是甚物？福音是一个新的起点，一个新的外面的开始，要享受一个新的日子。那这个50禧年的钟声已经响亮着，响亮伫倒位？响亮伫咱迦南教会。就咱迦南教会每一个中间信徒兄弟应验当时，耶稣对百姓所讲的话。就咱迦南教会每一个中间兄弟姊妹，咱同齐合力，来将耶稣一生所做的工程，算咱咧庆祝这个释教50周年，或者50禧年的事。互咱搁一遍，耶稣基督福音，搁再实现伫咱所徛起的所在，伫咱教会的所在，就是传福音互送乡的人，互受理的来得到讨白，互痴迷的来得到看见，互受压制得到自由，宣扬主欢喜的年。愿上帝是祝福咱迦南教会，要搁来50年，毋知几个50年，望咱真正年年来享受上帝这款的祝福，来传这个福音的信息，伫咱讨厌的所在，伫大家区域，上帝祝福咱，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的早起，阮奉你的名所设立的迦南教会，阮举行释教50周年的感恩礼拜，这是上帝所祝福、所恩典的迦南教会，这个唐市的所在，伫遐高举你的世界来做好的见证，荣耀上帝的圣名，愿将一切荣耀归于上帝，愿主你继续带领。迦南教会伫唐市区的所在，继续高举十字架，变传福音，伫这个城市的所在，来荣耀上帝你的圣名，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上帝所欢喜，也是上帝所要祝福的。安尼祈祷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